大家好啊！話說壽司郎呢就發生咗一件食客爭議嘅事件，喺網上熱烈討論。需要長時間排隊嘅週末晚上，4個食客呢就無視餐廳禁止外食嘅常規，就喺座位嘅台面上放咗手撕雞、麥當勞薯條同埋珍珠奶茶。當副店長上前勸咗嘅時候，佢哋雖然一度收起食物，但好快又故態復萌，繼續享用，甚至將啲垃圾遺留喺座位嘅底下。整個過程形容為荒謬，同場嘅食客同埋網民都話肉酸。其實呢啲呢都係可能係嗰個文化嘅差異啊，因為大陸呢，佢有時嗰啲食店啊，佢都可以叫嗰啲美團啊，叫嗰啲飲品啊、食品喺嗰度食噶啦，甚至垃圾啊，嗰間店鋪都會幫佢清埋噶啦。咁啊，呢啲文化嘅差異嚟到香港呢，就好大嘅衝擊。加上呢，有時旅行呢，嗰啲心情係特別放鬆嘅，嗰個自律性就會降低嘅。所以呢，有時呢，要保持呢種一定嘅自律性，唔好太過放鬆。同埋呢，你去旅行之前呢，就一定要查下啲旅行攻略，咁樣呢就玩得開心啲咯，唔使俾人哋講咯。其實呢條橋呢，就嗰啲茶樓啊都可以用下嘅，酒樓最近又話好唔掂啊嘛。你有時飲茶啊，可以叫下壽司啊，咁樣嗰啲刺身啊，又食下燒賣啊，咁都幾過癮嘅。咁起碼唔使咁執咁多啊。嗱，窮則變，變則通啊嘛。好啦，唔好講咁多啦，聽歌。手撕機，加電話寫低，味道不得了，內心太喜歡，這刺激怕打開鎖後，瘋癲得我着呆，只是刺身手撕雞我假知，愛吃進肚內急急接載，狼吞虎咽，讓我準備食到跳海。在輕絲電愛，愛夜也在期待，在頂青青的幸夢中自悶，仍愛手撕雞。加電話寫俾，味道不得了，內心太喜歡，這刺激怕打開鎖後，瘋癲得我着呆，呢次刺身手撕雞。